今日咧又帶大家咧過嚟執漏一套自建屋啊，就喺我哋博覽中心對面啊，東區遠洋純片區嘅地理位置咧非常之靚。咁我哋依家咧就去睇下呢個自建屋啦。而家咧就嚟到我哋新起嘅呢一棟嘅自建屋啦，有地下室啦咁我哋係裏面參觀一下啦。咁佔地面積嘅話咧係176方嘅，咁建築面積咧就係300平方咁。咁自建屋嘅話咧，其實係可以多變化嘅，咁咧自己可以裝修啊、設計啊，咁都係可以嘅。咁呢家嘅話咧起嘅話咧係有一個中空嘅一個大廳啦，都可以裝電梯嘅，咁佢2樓度咧係一個有電梯井個位置嘅，一共嘅話咧係有6間房嘅，係衛生間嘅話咧都有成5-6個衛生間咁咯，都係要睇自己一個設計係裝修嘅。咁對呢套自建屋嘅話咧有興趣嘅可以私信我啊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